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大甲媽的鑾轎載去佇個彰化陂頭來繞境。經過陂頭幼稚園的時陣，專工入去園區，讓小朋友來軟轎卡。啊，這囡仔朋友一聽到媽祖要來，歡喜甲袂顧哩，大聲喊講：媽祖，我愛你！這間幼稚園是民國89年設立，講大甲媽每一年攏會來看小朋友。今年已經是小連續第25年來幼稚園賜福了。小朋友跪佇土骹拜幾拜，軟轎卡。大甲媽特別來到幼稚園內底，因為大家攏知影，媽祖介意小朋友要賜福予因。祝全家福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還有你是不是？對，喜歡。那你就想跟媽祖講什麼？媽祖，我愛你。小朋友也真期待媽祖來，早早就攏走出來佇廣場裡等。鑾轎隊伍上頭前的執事先到位，分別送大家文槍筆、甲紅線，保庇囡仔課業順順利利。這間幼稚園佇民國89年成立，自從90年園區開始細樣化，一直到今年已經連續25冬。大甲媽祖攏會專工來看小朋友，予因軟轎卡。所以媽祖也很喜歡小朋友，對不對？當然了，因為小朋友很可愛，媽祖也有慈悲的心，所以之後每一年已經25年了，都會進到我們校園進來這樣子。小朋友看到媽祖歡喜不不，一年一屆的大甲媽醮景，媽祖關愛小朋友，賜福予因，希望未來囡仔攏會當健康平安大漢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